好，来继续来看国民党甲民众党的立委再一次三读修正到财政收支划分法。安尼一来，中央明年的总预算恐惊爱少钱少5638亿。行政院长杜英泰早起接受访问，伊讲，国民党再度修正的这个财划法，会造成比公式计算错误更加严重的问题。院长讲，面对着在野党团突袭，行政院会全面应战。国民党的立委是认为，修法是咧帮行政院补破坑。行政院会全面的迎战。杜英泰态度正硬，因为南北联手14号三读通过财划法修正案，订定地方一般性补助款袂当比前一档更加少，恐惊会互中央经济超过5600亿。杜英泰嘛用现情救济，嘛暗算家己提版本。这个问题会比过去公式计算错误的问题还大，将县政府的总预算无法编列。上近摆是行政院议会版本的财划法都会出来。根据了解，行政院版本会甲不因商费农方向修正，亲像新版的财划法当中，人口指标宽重占45%，还有营业事业、营业额30%，伫议会版本当中拢会调降，10%土地面积指标是会提悬。受影响的台北甲新竹市也过来沟通，只是议会版本的财划法为9月就开始修正，南北动作嘛互公民团体看袂落去。预算延宕，全民遭殃。公民团体指控115年，中央政府总预算9月30摆入立法院了后，让48天，也未予委员来审查，创下立委10次减半以来眼前上久的纪录。这不纯粹只是他们的怠惰，他们是有政治计算的，因为他们要先通过对他们自己最有利，但是对国家最不利的财划法的修法。帮行政院补破，好，那如果行政院真的是有这个想法的话，认为有什么不能执行的时候，我觉得行政院应该立刻提出他的版本出来，甚至于就直接来做这个预算的编列。中央总预算影响的层面是真大，要安怎把钱用伫咧上要紧的所在，就看三读通过财划法，敢有机会伫咧议会版本出炉了后，阁有新的版本。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